高雄桃园今年伫咧民众有发现2只草հետ肉尸体送检，结果去检着小狗病。最近有人爬山，嘛讲险险啊，就叫一只草հետ肉夹着。农局是提醒，若伫山顶拄着草հետ肉，就闪愈远愈好。宝宝小心！雄雄一只草հետ肉冲出来，甲民众捉条条唔放，边仔人是吓惊甲叽叽叫。草հետ肉夹掉民众的裤唔放，落尾民众是用爬山的拐仔去拱，才甲赶走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这是民众初二去武林区爬山发生的代志。原本伊当作是飞起，要翕影片记录，想要到煞去互攻击，事后才知影讲是拄着草հետ肉。高雄茶山会表示，其实草հետ肉一般袂主动攻击人，除非有特殊状况。人去干扰到草հետ肉，有发生过这，后边人唔知嘛，无看到嘛。但是草հետ肉已经有警觉嘛，一群人过就开始你过人，还有可能伊有咧饲小幼獾。草հետ肉是台湾唯一有小狗病病原的动物，这种病也会喂互人。高雄市今年伫桃园区发现2只草հետ肉的尸体，送验了后，拢确定有小狗病。这摆事件加在民众无好加着伤。动保处也提醒，民众去爬山一定要装备齐全，安尼才会当保护家己。进入山区最好穿着高筒鞋，手拿如登山杖等护身器具。如有幼獾主动接近，请冷静回避。台湾狂犬病最高风险与最大威胁就是幼獾，因此请民众不要接触、猎捕与饲养幼獾与其他的野生动物。因为小狗病是人甲动物共通的病，农业局呼吁，除了卖饲、卖接近有危险性的动物以外，厝内底有饲猫仔狗仔的民众，嘛爱定时带去做小狗病预防针，减少感染的风险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阳、高雄场报道。